美国总统川普讲会教咱总统签订在内的所有人单位，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表示，也无接到任何安排。以色列军方靠一只加沙救援船，国安部长班基维尔公开影片，志刚去互白手跪涂骹，甚至互人捡头章拖咧行。另外一只水牛有白化石毛蛇金金，红讲迄个形有够像川普，一只水牛转伫社群媒体穿起来。 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美国针对140亿美金的对台军购案，美国总统川普敢会甲咱总统签订通电话，这是引起关注。川普伫当地时间5月20强调讲，伊会甲赖总统在内的所有人来谈话，也伫咧当时，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今日表示讲，目前是也无接到任何安排，强调台美关系无阻碍。 也讲到军购案哦，国防部长郭立雄认为讲，维持台海的和平是美国本地的外政策，伊是保持乐观。Do you have any plans to call President Lai of Taiwan before you make a decision on the weapons package? Well, I'll speak to him. I speak to everybody. We have that situation very well in hand. 川普搁再表明，家己会甲总统赖清德谈话，佮讲会开始处理台湾问题。不过传来通话会伫什么时阵？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敢若表示，台美关系沟通无问题。赖川通话有签名吗？消息会跟大家讲。川普总统，你电话拍来，是要来台湾有机会见面，你要请人食啥？元首之间的对话有它的严谨性，那该有的礼仪我也会做，甚至呢，我想希望川普总统可不可以开扩音了那但是呢，因为涉及到这个国家机密那至于要喝珍珠奶茶或请他吃臭豆腐，我都可以。台美关系这样子的相关议题的辩论，相关的议题的这些讨论，我想在华府会变得非常的激烈。这个过程，我们国安单位有做什么样的准备？不管有什么样的这些发言。 那我们跟美国的这个结构性的关系都是非常友善的，台美甚至是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台海和平稳定。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跟美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不止立场一致，我们的利益一致。 美国国务院伫总统520年谈话了后，佮声明对台政策无改变，也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加6项保证做指引。不过，若双方确定台湾议题敢会影响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郭立雄认为，维持台海和平是美国既定政策，对军购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不管什么议题，美国总统可以跟我们的总统来对话，这个属于外交上的突破但是我们就是。 比较会担心军购的部分会有所变化。赖总统已经在昨天的记者会中对外说明，台美沟通管道向来畅通。如果有机会，将反映台湾社会的心声。外交部表示，到时阵除了强调对于台海稳定，咱国政府未委屈，嘛未骄傲，维持现状，并会提起中国才是破坏者，也会表达希望对美军购会当持续进行。记者采访报道。 世界卫生大会台湾是连续10档无受邀请。虽然讲今年有11个友邦提案要予台湾用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不过中国是一直主动提案，拢防否决。友邦也是继续替台湾讲话。巴拉贝里斯这个国家讲连带第2500号决议是去予中国乌白解说。欧美嘛，甲咱赞声讲，一中原则毋是国际共识，伫符合组织规则，也是讲惯例之下，爱互台湾参与国际体系。 Taiwan should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and to meaningfully join in the meetings, mechanisms, and activities of the WHO. 咱友邦巴拉圭伫世卫大会 WHA 搁再替台湾出声，呼吁爱护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主要是因为台湾已经连续10年无被邀请参加世卫大会。巴拉圭强调，台湾被排除伫世卫组织加世卫大会以外，已经伫全世界卫生预防加应变体系形成缺口。友邦保留贝里斯等国讲，连带2500号决议被曲解。Any attempt to invoke these resolutions to block Taiwan's participation is a deliberate distortion and mis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贝里斯强调，拜登台湾政府是坚持应对共同卫生挑战的能力。除了梵蒂冈是世卫观测员身份，其他11个友邦拢替台湾出声。另外，包括德国、日本、澳洲、法国、英国甲欧盟这寡理念同款的国家，也拢替台湾讲话。超过50国嘅行政或者是立法部门，拢支持台湾参加 WHO 加国际组织。欧盟它清楚明白地说到，一中原则并非国际共识。并不是像北京所说它是国际共识，所以说大家都应该要遵循一中原则，然后让我们台湾没有办法说去参与国际的组织。学者讲，就算有11个邦交国家提案邀请台湾以观测员身份参加，英国伫中国甲巴基斯坦做伙反对 WHO 议员火国提案，强调北京以一中原则阻挡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已经违反世卫组织未落到任何一个人的宗旨，才会引起世界各国一直替台湾出声。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日本因为旅客伤过头侪，引发观光公害，当局提出应对措施。对今年7月初1开始，会甲出国税，也就是国际观光旅客税，对即马差不多是台票200块起3倍，来到台票要600。毋若讲出国税，也阁有未少城市是已经起大免税。当然，免税制度嘛会改做讲旅客爱先付10%。差不多是10%的消费税，离开日本的时呢，才会当伫机场或是讲港口统一来退税。外界就咧关注讲哦，旅客敢会该去别个国家来游览？专家是分析讲，咱台湾人是真介意去日本佚佗，别个国家真歹代替。都要休热，真侪家庭要旅游，第一个选的就是日本。观光署统计，2026年的前2个月，台湾的旅客出国去的所在，日本占比是38.2%，是稳达达的第一名。不过，即马日本国税厅上新的公告，红叫做出国税的国际观光旅客税，会对现行的日票1000差不多台票200，大幅起到日票3000合台票差不多要600，等于是调起3倍。其实日本政府呢是打算利用这个出境税的可以预收的这个税额去解决部分的因为过度观光所造成的民怨的问题。目前规划出国税是无分国籍嘛，无分层点，不管是外国籍的观光客，也是日本的公民，只要对日本坐飞机也是坐船离境，拢爱纳。原则上是开票的业者，对机票的时准票代收才交给政府。觉得还好，因为它只是一次性的费用。因为对于我们这种打工族来说，并不会一年要去到太多次日本。对贫困的人来讲，应该会有影响啊。就是看哪个国家比较便宜，就是往哪个国家去。除了3倍的出国税，日本有真侪城市拢修连续调整大俗税，包括京都对3月开始，但相关的额度对日票1000增加到日票1万，东京、台北嘛拢有调整，也是有相关计划。另外，就连免税制度未来嘛会改成立后退，旅客要先纳8%到10%的消费税，到尾对日本离境的时阵，才会当伫机场或是港口统一来办退税。各界嘛关注讲，新的制度敢有可能造成绩效替代效应，让消费者开始改选其他的国家去旅游。班机增加的非常多，那么所以说航空公司在票价的方面就没有像去年那么高，然后再来因为这个竞争的关系，那业者在包装产品的部分也有压低价钱，售价事实上跟去年是不相上下的。旅游高人嘛强调讲，日本的汇率真低，加上较好安排短期的旅游，个人的好感度是真悬，主要是对比国里，有其他国家拢真歹取代。另外包括泰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真侪旅游胜地，2026年嘛拢有观光相关税率来调整，到目前观光人数无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军方5月20扣押一只加萨救援船，以色列国安部长班吉维尔公开影片，画面当中会当看到济志工去防白手跪伫涂骹，甚至互人救头长拖咧行。国安部长班吉维尔人伫咧现场，伊的面阁有笑容，手的即个国旗甲这个志工洗面，也这是引发国际来谴责。欧盟是讲无法度接受意大利批评这种行为，讲是无文明，要求以色列爱回以色列。法国调遣以色列的大使来抗议，澳洲制裁以色列的国安部长。华盛湾巴勒斯坦的口号，女子港头随互人饲伫涂骹。以色列军方20位援救加沙的全球经济军队，扣押400外位全球内的40个活动人士，真侪人双手互人绑起跪伫涂骹。极右派的以色列国安部长班吉维尔也阁翕影片，搭伫社群，口说因英雄变输啦。באו עם הרבה גאווה כגיבורים גדולים, תראי איך הם נראים עכשיו, תסתכלי.
苏来虹口的部分人士可能会防送去南部内阁府沙漠加工，这种粗鲁侮辱人的行为，遂引起国际舆论的议论。联合国呼吁以色列尊重活动人士的尊严，遂敢遣返。以色列总理甲外长嘛出来谴责，针对是不满以色列真压迫，不过国际煞唔敢追究责任。If they're doing that to Europeans and Americans and people from South Afric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imagine what they're doing to the Palestinian people.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批评这种行为无文明，袂使接受。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克比是批评安尼真卑鄙。英国外交大臣库珀指责真见笑，包括意大利在内，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国外长，拢针对这件代志调见以色列大使，还有更较侪国家公开谴责。另外，以色列国会第20以110票对0票压倒性票数通过解散国会的初步法案，主要原因是极端正统派政党不愿兵役赦免法案一直无过关，放调提出任命。法案随后会进行3轮正式表决，一定上紧伫今年8月至10月提早举行全国大选。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三松白港本地要对今日开始，毋过伫咧展开进前几点钟，工会是甲资方达成暂定协议，半导体部门会来增加特别奖金。员工伫咧食红，有机会摕到代表数百万，甚至是上千万。这个罢工的危机暂时化解。韩国三星电子工会代表崔成科甲三星高层李明九伫镜头前签暂定薪资协议，双方交换文件握手，上尾搁做伙年拳头画 fighting， 原定18天罢工暂时话停。 총파업을 불과 몇 시간 앞둔 시점에서 노사가 잠정 합의안을 도출하였습니다. 잠정 합의 도출과 동시에 공동투쟁본부는 투쟁 지침 3호를 발령하여 총파업을 유보하였습니다. 根据韩联社报道，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0签的初步协议，除了维持原本的年尾绩效奖金制度，三星搁头一摆替半导体部门增加特别绩效奖金。根据协议，三星未来提拨相当营业利益10.5%的钱来做半导体部门的奖金来源，而且未设天棚，其中40%的奖金会直接分予规个部门，另外60%会照各主部门甲行政部门表现来分配。若准这业绩是用营业利益来算，部分员工未来可能会透过扩充股的形式，平均摕到上悬5.4亿韩元，超过新台币1200万的超级奖金。业界预估，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益有机会超过300兆韩元，假使真正达标，会当用来分半导体特别奖金的总金额是有到31.5兆韩元，其中的12.6兆韩元会由大约78000的半导体部门员工来分，平均算落来，一人会当摕到1.6亿韩元，相当新台币360万的绩效奖金。 근본 잠정 합의가 상생의 노사 문화를 만들어갈 수 있는 출발점이 되도록 하겠습니다. 这场原本特别发生的罢工，差一点冲击全球 AI 甲半导体市场，可能会让三星电子损失超过100兆韩元，大约新台币2.2兆。所摆韩国雇佣劳动部长金英训20下晡加入去超测，劳资双方买手拢退一步。三星工会表示，20下晡2点到27下昼10点，会针对暂定协议进行会员投票，协议必须通过表决才会正式有效。若准最后有过关，持续5个月的三星劳资冲突嘛，总算会当。 落幕。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辉达公布财报，今年2月到4月营收是超过813亿美金，也这是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8%，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上新的财报，辉达2月到4月营收超过813亿美金，比2025年同期的440亿美金增加超过8%。这当然是受到人工智慧 AI 应用愈来愈快，数据资料中心愈去愈多、愈去愈大影响。People said that AI is going to make us more productive. There's no question on that. What took months now takes weeks. What took weeks now takes days, and what takes days now takes hours. And things that would take an hour. You know, you and I pretty much expected instantly. 若是5月到7月营收，辉达家己预估的数字差不多是910亿个美金，比市场预估的是悬差不多4%。毋过美联社的报道嘛讲，辉达的营收继续咧创新高，也毋过资本的支出嘛一直咧增加。2月到4月营业成本高达77亿5个美金，增加49%。
因为人工智慧愈来愈强，软体产业这部分嘛愈来愈强。2022年透过 ChatGPT 一日就撑起来 OpenAI 公司，估计2026年第4季要头一届来公开发行股票。美国 CNBC 报道 ，OpenAI 上紧伫咧即礼拜会提出草案，要甲高盛抑个摩根大通来做参详。目前这间公司的期待估计起来差不多是8500亿美金。不过 ，OpenAI 头一届公开发行，就要面对一个真高吸收资金的对手，也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SpaceX IPO is going to be a huge deal for several reasons. One reason is the valuation. Now,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the valuation is going to be, but we know it's going to be north of $1 trillion. So it'll make it one of the largest publicly traded companies right out of the gate. 路透社报道，虽然 SpaceX 最近伫咧财务顶悬无啥损失，包括收购 XAI 伫初期的损失高达24亿外美金，若太空事业的部分，嘛敢若靠卫星网络的牵连，赚差不多11.9亿美金的利润。总是即马因的话题原来是真侪，包括登陆火星的计划，也佫会使回收火箭，加速民营太空竞赛，等等这议题，都省真侪投资人赶咧要买。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译。来讲，印尼为着要挽救经济，宣布讲樟树油、土炭、铁合金这些天然资源商品会收起到国营机构集中管理，来掌控出口的绩效，甲外汇营收留在国内。也这项新政策是引发议论，外资专对市场来踢走。低数雅加达股市大跌，印尼票换美金是创下历史新高。印尼央行虽然讲紧急升息2码，不过市场有关是真不安。印尼总统普拉博沃20日伫咧首都雅加达印尼国会大楼全体会议，正式宣布实施大宗商品出口管制，规定伫经过3个月过渡期了，包括棕榈油、煤炭加铁合金这款商品，会收归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当然塔拉旗下国营机构集中管理。政府每3个月会搁增加纳入国家级商品。普拉博沃讲，新的出口法规，和政府会让国家有效管理天然资源出口，提高税收。Yang saya pimpin juga hari ini memperkuat kebijakan devisa hasil ekspor melalui peraturan pemerintah devisa hasil ekspor dari kegiatan pengusahaan, pengelolaan dan pengolahan sumber daya alam。新措施也规定，所有天然资源出口商自6月7日开始，要把所有出口收入拢寄伫咧国有银行。政府希望用这道强制令，将外汇营收留伫咧印尼国内，充实外汇存底，稳定1.8亿印尼盾。新政策虽然强化政府对天然资源出口的掌控权，也过煞互市场不安。雅加达国际指数20盘3.5%，也若因为中东战争加美金行强的外在原因，1.8亿印尼盾是继续伫咧探底。伫咧印尼央行宣布升息2码进前，北盘到17748印尼盾兑1美金的历史新高，股汇市拢歹，民众拢有感觉。Les pidatonya mungkin kurang aware tentang isu terkait dengan kurs rupiah ini, efeknya seperti apa. Menurutku salah satu hal yang paling aku concern adalah kayak harga BBM yang nantinya juga bisa makin naik, terus mungkin juga kayak banyak。普拉博沃讲，伫过去的34年，因为天然资源出口商品拢用正俗的价钱卖出去，印尼的损失有到9080亿美金，差不多28条6000外亿台票的收入。不过新政策引起投资市场的疑虑，资金对资本市场外流出去，也加深经济前景的无确定性。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观众朋友看到明加达这只水牛，你会想到啥？这只水牛哦，因为伊有白化症，所以毛全金金。迄个眼神，也个会闭喙的红光哦，有够像川普。这只水牛全伫咧社会媒体穿起来，袂少人是专工行脚到去看水牛川普。不过水牛川普是过活无久，因为伊的主人已经决定要伫伊斯兰教再生节，甲伊抬掉做祭品。一只水牛乖乖啊，徛伫咧遐，互主人甲伊热头毛。详细看，伊的头毛敢若捌伫倒位看过，摕相片来比对，根本就甲美国总统川普的头毛同款。一只住伫咧孟加拉首都打卡郊区的水牛，体重700公斤，因为有白化症，头壳顶的毛是金色的。主人甲伊洗倒了，看起来就甲川普的发型同款。因为伊的金头毛，主人的小弟改号名叫做川普，伫网络顶称红。ডোনাল্ড ট্রাম্প না, এটা হচ্ছে আমার মহিষের প্রতীক কিনা। আমি 10 মাস আগে তাকে রাজশাহীর সিটি হাট থেকে কিনে আনছিলাম।
এবং ওর চুলগুলার কারণে আমার ছোট ভাই এই প্রতীকী নামটা ওকে দিছে আদর করে। আপনারা জানেন যে কুরবানি ঈদের সময় আমরা পশুকে আদর করে অনেকে অনেক নামে ডাকি, অনেক ফ্যান্সি নামে আমরা ডেকে থাকি।为了要维持这只最后的名称造型，当场的员工特工替全部洗洗遍身躯，一个用炉啊、详细热两支甲中的头毛，特工拢吸引真侪好奇的游客专工来农场解看。不过因为参观的人伤多，水牛压力伤大，体重一直降落来，所以主人即马开始限制参观的人数。当地官员讲，这种白化症的水牛真罕见。আমাদের এই বাফেলোর কালো কালারের জন্য যে মেলানিন যে পিগমেন্টটা সেটাকে জেনেটিক মডিফিকেশনের মাধ্যমে প্রিভেন্ট করার ফলে এটার কালারটা সাদা হয়েছে বা গোলাপি রঙের হয়েছে। এটা আমরা ইউএসএ নেব্রাস্কাতে দেখতে পাই অথবা ইন্দোনেশিয়াতেও আমরা দেখতে পাই।我先城报道，孟加拉人口17000万，大部分拢是穆斯林。每年伫咧伊斯兰教的再生节，到时将会带来限制动物有超过1200万只，和一寡普通时无肉通食的较散食的家庭，会当享受到肉食大餐。这只水牛川普，到时伫月底的再生节，也会将这限制制品为大众奉献牺牲。公司新闻，但是同编译。Google 要推出智慧目镜，即便是甲Samsung合作，大利用 AI 功能。不过发行社就分析讲哦，即马 AI 咧使用是用真侪个人数据来训练模型，恐惊会引起隐私的争议。Hey, can you navigate me to the place I met my friend Gianna at last week? Hey Nishta, I've set your route to the Redwood Grove Nature Preserve from last week's hike. 甲目镜轻轻啊试一下，甲指示讲出来，就当完成生活大细项代志。Google 举行开发者大会，上市发表真侪新的产品，其中上方注重的，就是甲 Samsung 合作推出的智慧目镜。这副目镜顶头有镜头、听筒、麦克，会当哪做代志，哪个 AI 助你讲话，会当带路、翻译，会当即时查环境当中的相关资讯。事实上 ，Google 早伫咧2013年就捌推出用轻的，也是用挂的装置 Google Glass。不过最后因为外界烦恼讲，这个产品可能会侵犯到个人的隐私权，还有电池挡袂久等等技术的问题，所以才无讲2档就停产啦。不过 AI 强滚，市场竞争对手 Meta 佮推出智慧型目镜了后 ，Google 决定要顶棒。不过发行社就分析，即马 AI 使用更较侪个人的数据来训练模型，个人隐私争议可能佫会出现。I'm particularly excited for what we are bringing right into the Gemini app. Introducing Gemini Spark. It's your personal AI agent that helps you navigate your digital life, taking action on your behalf and under your direction. 那是安尼 ，Google 嘛推出出 Gemini Spark 这项新功能，包括伫咧 Gemini App 顶头会当结合 Google 原底功能，包括敲找眼镜、地图、工作文件等等。会当为敲找眼镜直接安排生活的大细项代志，会当进入 Google 下底文件等等 App， 甲工课斗3工。Gemini 是 Google 主要的 AI 产品，目前已经伫咧全球有9亿个使用者，而且伫咧快速成长当中。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天再讲这时间再会。